聽看嘅行透半邊天，唔聽看嘅毀掉一生。同樣係跪喺泰國白龍王面前求子，點劉德華聽咗去，唔單止還清4000萬巨債，仲行透半邊天足足40年。而當年嘅台灣巨星羅志祥白龍王曾當面嚴厲警告佢，只要戒色10年，你嘅成就必成下個周杰倫。結果佢偏偏把持唔住，喺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嘅時候破戒反誓，短短一夜之間喺20年嘅演藝事業徹底崩盤，身敗名裂。歡迎嚟到白龍智慧書略。如果你都想掌握巨星逆天改命嘅玄學秘訣，學會喺人生低谷中快速翻盤，避開人生中嘅重大錯事，請一定要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並打開旁邊嘅小綠燈，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期關於玄學命理與轉運智慧嘅精彩分享。您嘅支持就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強動力。其實無論你而家正處於事業嘅崩風，定係正面臨人生嘅低谷與誘惑，唔使慌。白龍王俾所有人嘅改運法則總結起嚟，就係一套任何人都能即刻執行嘅人生避坑3步法。第一，喺順風順水時，一定要戒慾望防家爬。人喺最得意嘅時候，慾望最容易膨興。當你自以為可以翻天過海，打破規則時，往往就係劫數降臨嘅開始。克制慾望先至保住底牌。第二，喺事業中風時，一定要收縮陣傲慢，敬畏因果。唔好以為今日嘅成功全憑自己本事，運氣好嘅時候多做善事積陰德，脾氣收散啲，貴人運先會長久。第三，做人必須守住底線，修煉內功。風水同算命只能幫你一時，真正能保你一世平平安安嘅，永遠係你內心嘅自律同好脾氣。呢套規矩，聽勸嘅人成咗長青樹，唔聽勸嘅人全部遭咗殃。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揭秘當年羅志祥破戒反誓嘅驚天內幕，以及白龍王嗰啲精準到令人毛骨悚然嘅致命詩句言。時間回到2007年前後，嗰時嘅羅志祥雖然喺台灣娛樂圈薄有名氣，但自然卻陷入咗一個新界嘅瓶頸期。早年佢以團體出道，經歷過組合解散、合約糾紛，甚至一度連通告都接唔到嘅絕境。雖然佢拼命模仿、拼命主持，甚至被冠上各種不溫不火嘅標籤，但佢骨子裏一直想成為好似周杰倫、王力宏咁紅遍全亞洲嘅超級天王。走投無路嘅羅志祥喺朋友嘅隱約下，懷着忐忑嘅心情飛往泰國芭提雅去拜見當時早已名震香港嘅白龍王周隱南。嗰一日嘅白龍王廟裏，羅志祥着住一身白衣，恭恭敬敬咁跪喺白龍王面前。白龍王望住眼前嘅羅志祥，伸手摸咗摸佢嘅頭頂，眼神裏透出一股睇穿一切嘅睿智。白龍王開門見山咁對佢講：你嘅命格裏帶咗極強嘅桃花煞，你嘅聰明同才華足以令你紅透半邊天，但你最大嘅敵人就係你管唔住嘅慾望。接着白龍王俾羅志祥落咗一道震驚成個台灣娛樂圈嘅封色令。白龍王親口對佢叮囑：如果你想成為天王，就必須斬斷一切桃花，戒色10年。只要你能做到戒色10年，唔亂搞男女關係，唔傳私密，我保你嘅成就絕對唔會亞於周杰倫戒色10年，換一個周杰倫級數嘅天王寶座。呢句話對於當時渴望成功嘅羅志祥嚟講，無疑係人生最大嘅誘惑。啱啱從泰國翻嚟嘅嗰幾年，羅志祥確實將白龍王嘅警示當成咗保命符。佢開始瘋狂拼命咁工作，將所有嘅精力都傾注喺練舞、拍戲同主持上。佢苦練武藝，成為咗眾人皆知嘅亞洲舞王。佢加盟各大綜藝節目，憑着極強嘅搞笑天賦紅遍大江南北。後來佢更打入大陸市場，憑藉極限挑戰等爆款節目，收谷極咗數以千萬計嘅粉絲。廣告代言接到手軟，時而登上咗有史以來嘅最高峰。嗰一刻嘅羅志祥風頭無兩，甚至真係有咗同周杰倫平起平坐嘅勢頭。海人往往就係咁順風順水來咗，危機就悄然降臨啦。
隨着名利、地位同財富源源不絕咁湧埋嚟，羅志祥心中嘅驕傲以淡薄心理開始瘋狂滋長。佢望住鏡裏紅透半邊天嘅自己，開始覺得所謂嘅白龍王警告不外乎係無稽之談。佢心裏想，我都已經紅到呢個地步啦，偶爾破下戒又點樣啫？難道真係能將我拉落馬？就係呢種自我膨脹與不敗心理，將佢一步步推向咗萬劫不復嘅心靈。佢開始暗中破戒，將白龍王斬斷桃花嘅高樹徹底付諸腦後。時間嚟到2020年4月，嘅碌動整個華人圈嘅暴雷事件徹底爆發。羅志祥相戀9年嘅女友周揚青喺網絡上發佈咗一封震撼全網嘅千字長文，徹底撕開咗羅志祥偽裝多年嘅面具。文章裏曝光嘅細節令人發指，波長期極其混亂嘅男女爆碎關係、匪夷所思嘅時間管理，甚至各種不可描述嘅荒唐聚會。一夜之間，時間管理大師嘅標準牢牢扣咗喺羅志祥嘅頭上。呢封長文就好似一道9天霹靂，直接劈中咗羅志祥嘅人生。僅僅一日時間，羅志祥多年積累嘅名聲落然倒塌。所有嘅品牌代言喺幾個鐘頭內宣布解約並追討巨額賠償。錄好嘅爆款綜藝節目被緊急刪光，甚至連演藝圈嘅同行都對佢避之不及。原本蒸蒸日上嘅事業，喺離周杰倫嘅高度只有一步之遙嘅時候，徹底化為咗泡影。直到嗰一刻，人們先至猛然驚醒，白龍王當年講嘅戒色10年，邊度係一句普通嘅勸說，嗰分明係對佢命運弱點精準無比嘅提前預警啊！白龍王看穿咗羅志祥命中因色相運、因果招災嘅致命缺陷，希望用規矩約束佢嘅慾望。可惜羅志祥贏得咗名利，卻敗喺人性中嘅慾望，最終慘遭命運嘅反噬。無獨有偶，喺香港娛樂圈，因為唔聽白龍王勸告而遭殃嘅，絕唔單單只有羅志祥一個人。另一個靠得動時期嘅典型案例，就係當年年輕氣盛嘅謝霆鋒。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嘅謝霆鋒紅得發紫，17、8歲就出道，長相帥氣叛逆，揸住頂級跑車，喺香港跑車無數年輕人嘅偶像。但年輕時嘅謝霆鋒間性格脾氣極其暴躁，做事全憑一股衝勁，極易衝動惹事。謝霆鋒亦都曾多次前往泰國拜見白龍王。白龍王第一眼見到謝霆鋒就睇出佢身上嘅淘氣太盛，殺氣太重，極易招致車腳與官司。白龍王曾當面嚴厲警告謝霆鋒：你呢段時間運勢有劫，千萬唔好自己揸跑車，一定要收散脾氣，低調做人，否則必有大廈降臨。當時嘅謝霆鋒正值青春叛逆期，骨子裏天不怕地不怕，對白龍王叫少揸跑車嘅警告並冇真正放喺心上。結果到咗2002年3月，這事果然不出所料咁降臨啦。嗰一日清晨，謝霆鋒揸住佢嘅法拉利跑車喺香港紅棉路狂飆，因為車速過快發生嚴重車禍，撞毀咗路邊嘅設施。事故發生後，謝霆鋒因為驚影響事業，居然揾嚟公司嘅司機幫佢頂罪，企圖昏天過海。呢單壓動全港嘅頂包案，隨後被警方查個水落石出。謝霆鋒唔單止被警方逮捕提告，甚至面臨牢獄之災。最後雖然免於戰押，但被判處咗社會服務令，個人形象跌入谷底，事業被迫全面暫停，甚至一度宣布暫別娛樂圈。呢單頂包案徹底打碎咗謝霆鋒身上嘅光環，亦令佢付出咗極其慘痛嘅代價。多年後，謝霆鋒回憶起呢段往事，先至深刻體會到白龍王當年嗰句少揸跑車收散脾氣，到底救咗佢幾多次。如果當時佢聽勸收散，又何至於落得身敗名裂、散彈入獄嘅危機。睇完咗羅志祥與謝霆鋒呢兩個唔聽勸嘅案例，我哋再回頭望下嗰啲聽勸嘅人命運嘅對比，究竟有幾殘酷而又真實。我哋上一期講到嘅天王劉德華，都當年欠落4000萬巨債，官司湧身。白龍王告說佢脾氣好勤力，識得低頭彎腰，
劉德華返到香港後，嚴格按照白龍王嘅說話去做，佢放低天王架子，逢人就笑，勤力拍戲，對所有人恭虛有禮。結果唔單止向太主動借錢幫佢渡過難關，全香港嘅導演都願意幫佢，保佢紅咗40年，成為咗華人娛樂圈唯一一個零瑕疵嘅道德楷模。仲有女星舒淇，早年嘅舒淇因為出身同拍戲經歷，性格極其敏感，脾氣亦都十分暴躁，感情同時業已野受咗。佢飛往泰國拜見白龍王時，白龍王冇俾佢求咩符水，只係對佢講，要脾氣好，運勢先會好。改咗你嘅壞脾氣，對父母孝順，對人溫和，你嘅婚姻同事業自然會順。舒淇聽入耳啦，返港後佢開始極力克制自己嘅脾氣，做人做事變得極度隨和紳士，對父母更加孝順有加。最終佢唔單止憑實力撕走咗國號嘅表演斬獲影后，更收集咗極其幸福嘅婚姻，成為咗無數人心目中之嘅女神。聽勸嘅紅透半邊天，福報滿滿；唔聽勸嘅破戒反噬，身敗名裂。呢啲難道真係只係巧合咩？從玄學命理嘅角度嚟睇，白龍王俾呢啲巨星嘅合言，本質上揭示咗宇宙中極其深奧嘅改運天機。第一，點解玄學中極度忌難惜孤過度？喺古老嘅命理學中，一個人嘅精氣神同福報係有限嘅，過度放縱適合，唔單止傷身，更會嚴重揮霍你命中原本用嚟成就自義嘅陰德與福報。羅志祥本嚟有天王之名，卻因為管唔住慾望，將自己嘅福報消耗得一乾二淨。呢個喺玄學上叫做福盡齋。但第二，點解白龍王成日叫人解脾氣識得低頭？脾氣決定氣場，傲慢招致齋他。謝霆鋒當年嘅車客，羅志祥當年嘅煲客，本質上都係因為事業順利後產生嘅傲慢。一個人一旦失去敬畏之心，覺得自己可以凌駕於規矩之上，命運就會用最殘酷嘅方式教佢做人。第三，命由己造，相由心生。白龍王所謂嘅預言，從來唔係咩不可破除嘅神蹟，佢實際上係喺提醒人民去克服自己人性中最致命嘅弱點。如果你聽勸改咗弱點，你嘅命運就逆天改命；如果你唔聽勸，放任弱點蔓延，你嘅命運就會按照最壞嘅劇本去演。好多香港嘅中老年朋友成日咁咧，見到而家嘅後生仔浮躁缺乏自律，或者見到身邊有啲人稍為揾到啲錢就飆然，都就最後落得悶慘收場。睇下羅志祥同謝霆鋒嘅故事，再睇下劉德華同舒淇嘅經歷，我哋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留低嘅嗰啲智慧。順境時切忌收散，逆境時切忌低頭，識字頭上撲福報，脾氣暴躁等財路。今日白龍王師傅雖然已經離開我哋多年，但佢留俾世人嘅警示依然震冷發騰。各個人大家都得喺呢個物質橫流嘅時代，能夠係真正嘅贏家，先至係聽得入勸告、改得到脾氣嘅人，先至係真正有大福報嘅人。希望今日羅志祥與謝霆鋒嘅故事，能帶俾你同年嘅家人一啲警醒與啟示。無論我哋身處人生嘅邊一個階段，保持尊卑，克制慾望，多行善事，涵養好脾氣，呢啲先至係保我哋一家人平平安安、好運連連嘅終極風水。好啦，今日嘅白龍智慧沙就為您分享到呢度。如果您覺得今日嘅故事對您同您嘅家人有所啟發，請一定要點讚分享俾您身邊嘅親朋好友。最重要嘅係，如果您仲未訂閱我哋嘅頻道，請一定要點擊訂閱並打開旁邊嘅小鈴鐺。未來我哋仲會為您帶嚟更多關於白龍王嘅轉運傳奇、巨星秘聞以及改變人生嘅命理智慧。你覺得羅志祥如果當年真係堅持戒色10年，各個人大家會幫忙，佢真係能彈到周杰倫嘅高度嗎？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寶貴看法，我哋一齊交流。多謝大家嘅收聽，祝願各位聽眾朋友身體健康，家和萬事興，福報滿滿。我哋下期再見。